大家好，有冇聽過一個預言係講2025年7月5號4點18分會發生地震呢？如果有，今日一定要聽到尾啦。第二，無論你係做政治嘅、做經濟嘅、只係做民生嘅嘢，係咪面對好大嘅困局呢？今日亦都要聽啦，講下4個字嘅啫，叫做如赤刀醫。唔知點解，慢慢講啦。我係李燦榮啊，即係好多人都話喂，呢個係資深傳媒人嚟㗎嘛，咁你冇錯嘅，即係我都係資深傳媒人，但係實際上我個定位改咗啦，我係幫人解困嘅，有一個概念就係叫做破局師，呢個咧都係我創造出嚟。點解要揀今日呢？有原因嘅，我特別希望大家喺3月30號3點鐘睇到呢條片，如果唔係都 OK 嘅，咁但係一定要知。今日同大家嘅未來係息息相關，特別係大家驚嘅話，咁一定要知道所有嘢係有答案嘅。嗱，我先講咗嗰個2025年7月5號4點18分呢個預言先。點解我突然之間要開直播，一定要講呢？話說我喺3月16號嘅9點鐘搭咗一班高鐵，開頭我都唔知，我只係3月16 9點鐘搭嘅，直至到當晚我發夢。嗱，發夢對我嚟講係好特別嘅。點解會特別呢？我平時唔發夢嘅，發完夢我都唔記得係咩嚟嘅。但係嗰日清清楚楚話俾我知，你睇翻你嘅日子啦，就係3月16號9點鐘。跟住佢再話你睇真啲一下，而家嗰個預言係講咩嘢？咁我睇真啲，我睇到個答案，睇到。我再講一次啊，2025年7月5號4點18分，唔知大家睇到啲咩啦？其實裏邊有條方程式嘅。呢條方程式請大家攞個計數機出嚟計一計佢，就係142857，寫低佢咯喎，142857，將呢一個數，淨係呢個數啊，分別乘2、乘3、乘4、乘5、乘6，你試下計一計，慢慢你就會知道，好神奇嘅出現咗啦。嚟先用142857乘2咯喎，你係咪發現呢一組數都係呢組數嚟㗎？不過個位調轉咗。嗱，delete咗佢，再用142857乘3再計一次，係咪都係呢一組數氹嚟氹去啊？乘2、乘3、乘4、乘5、乘6都係呢一組數啊嘛。但係1乘7，怪事出現啦，變晒9係咪？嗱，都係未知點解係嘛？好啦，呢個夢其實話俾我知，最極端嘅災難其實就係142857，但凡呢一組完全出現嘅時候，就係最危險嘅時候。佢話俾我知呢個預知夢係真嘅。142857啊，7月5號啊嘛，係咪有5有7啊？係咪4點係咪有4啊？18分係咪有1啊？係咪有8啊？2025年係咪呢組數齊晒 OK， 再簡單啲講，即係話14857呢一組數只要出現就係相當危險。嗱，記住，當我知道呢件事嘅時候係3月16號嗰日，突然之間發咗呢個夢。咁跟住落嚟，我再揾翻嘅係咩嘢呢？我再揾翻汶川地震，2008年嘅地震，知唔知係幾多點啊？14點28分。嗱，如果我冇睇錯呢，喺網上甚至有傳聞，正式嘅地震時間係14點28分57秒。官方公佈嘅版本唔係正式完全呢一個我哋所知嘅時間。如果係呢個傳聞係真嘅，14點28分57秒，係咪14857齊晒啊？我自己覺得奇怪嘅地方就係，咦，點解要喺3月16號9點鐘搭班車，然之後佢提我呢樣嘢，然之後又講翻呢一組危機數字呢？其實真正嘅解釋即係話，你能夠超越生死，只係得3個字啫，就係369，係另一組數嚟嘅。嗱，如果大家唔知嘅話，或者都唔知我而家講緊咩嘅，大家有機會去睇一睇，有個學問啊，就叫九型人格 Enneagram， 裏邊咧就話啦，每一個人佢自己嘅性格咧都有啲缺失嘅，咁所以咧你要去跟另一個款嚟到學。嗱，嗰個次序係咁嘅，1425857啊，其實就係調翻轉，即係14，所以4號要向1號學嘢，142啊嘛，咁就2號要向4，明個道理啦嘛。咦，咁唔見咗369嘅？冇錯，369喺另一個循環裏邊。好，再講另一個喺玄學界，如果你真係鑽研
東方西方嘅術數你一定知道㗎啦。有冇聽過即係三位一體啊？有冇聽過我哋中國嘅爻辭啊？三條爻辭啊，爻又有六爻咁樣係咪？369正正就係所有術數所用嘅數字，具有靈性嘅。原來咁奇怪嘅，原來數字142857咧，呢啲叫低等嘢。如果你係經常喺呢一組循環嘅話咧，六道輪迴啊，你出唔到嚟嘅。最大鑊係咩咧？七啊，有冇聽過有人死咗要頭七尾七啊？係咪？你睇下聖經你知㗎啦，活世7年喎，全部喺七結尾嗰啲，好大鑊㗎喎。好啦，咁啊講翻今次我哋講嘅預知夢實際係咩嚟嘅咧？咁大家知道啦，有一個人日本人嚟㗎，佢原本只係預計咗有一樣嘢叫311地震，竟然中咗喎，都算啦。佢仲有另一個預言嘅，就係牽涉到英國嘅戴安娜王妃係會死亡，兩樣都中咗。咁而喺之後咧，佢再出另一個預言，就係講緊2025年嘅7月5號4點18分。因為之前中咗而中到咁緊要，所以係人都好驚，所以周圍嘅人都講噶啦，喂，究竟我哋而家去唔去日本啊？之後去得唔得啊？咁嗱，我嘅睇法，我嘅夢話俾我知，呢件事係有相當嘅危險性。好啦，件事嘅發展，如果大家去到即係我錄影之前嘅一日，呢日係咩日呢？2025年3月28號嘅朋友。28號啊，14點啊，地震啊！大家有冇睇緬甸？有冇睇泰國嘅新聞啊？係咪出現咗咯喎？OK，即係話我唔知佢係咪已經應驗咗啦。我哋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嘅。呢個世界從來都係有災難嘅，問題就係個災難等咗喺邊啫。正如我哋學紫微斗數，有機會你會知道，每個人都係嗰啲星嚟㗎。有粒叫紫微星，問嚟嗰粒紫微去咗邊嘅啫。嗱，舉個例話，紫微就落咗你命宮，即係你自己就係紫微，你就係皇帝啦。但粒紫微落咗你嘅夫妻宮咧，即係你嘅老婆咧，先至係你嘅皇帝喎。咁你啊一世受佢管啦。哦，你粒紫微星落咗兄弟宮，即係你嘅兄弟咧就係你嘅皇帝啦。佢大粒過你嘅，即係原來咁樣。好，一次過再解。所以記住啦，但凡有任何嘅信息14287嘅循環嚟自呢一組數嘅時候，記住。非常小心啦！呢一紮可能係低等數，可能甚至係災星會出現嘅，越多越危險，破壞力越大。呢個就係我得到嘅啟示。好啦，咁作為少少嘅總結啦，話俾大家知啦。我之所以重現江湖，其中一個好關鍵嘅原因就係有預知夢。我喺3月16號嘅9點鐘搭咗班車，然之後夜晚發咗個夢，而我平時係冇夢嘅。佢提我一定要留意翻呢啲，仲要留意翻就係日本嘅預知夢，就係嗰個2025年7月5號4點18分嗰個。佢話你留意下14287呢啲關鍵詞出現晒㗎啦。好啦，簡單講，即係話14287同預知夢係好有關係嘅。我嘅預知夢，所以大家要留意啦。